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2024年的巴黎奥运是甲霹雳舞来列入到比赛的项目。为了要栽培更较侪舞团的明星，同时鼓励大家从事着正当的休闲活动。婚林馆3月19要伫个体育馆来举办着街舞的比赛，邀请着爱跳舞的朋友赶紧报名。 精彩舞蹈表演后，所有人看甲真入迷。为了会使栽培更较侪舞团的名称，婚林馆政府即摆是联合婚林馆体育会街舞委员会，将伫3月19伫婚林体育馆头一摆要举办国际街舞的比赛。 希望号召我们全国各地热爱街舞的所有青年朋友呢，一起来我们云林县来竞技这个舞技哦。我觉得非常棒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顶尖的老师来云林，然后我看了也会很感动啊。 有兴趣乡亲会使上网络面切找婚林国际街舞盛典，就会使报名。除了报名唔免钱以外， 各会邀请国际出名的街舞老师来上课，而且还有你来参赛也可以免费上大师课。那每位大师课是限定50人报名。即马霹雳舞已经受加入2024年巴黎奥运的竞赛项目，透过婚林馆即摆国际比赛，希望讲会使找到未来为台湾争取公营的选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